再叫公将军那里问到我来，这把你问，把你的家言之事你对我提。我来张飞机，这自己原来的张飞我的妻，我真的不要为了家，我不没上去这大美女都想去看你再叫谁大鸡你去鸡，你看我的家也有我的钱也有，俺家的就是缺少神气。来，你是俺家的，咱到这俺家这个拜天的，一拜天俺在的日月三年都拜谁，大天地就我为人小心情来，这走了过了3年，这病两三小房里跟着生下一个胖小子，转到我回来叫个爹，叫一个娘来，你可就好心呀。我说姐姐高叫凤姐闹东西，你家也有姐和妹，咋不叫他没人人不下白天里先白天没后白天，那日月三干都白天，到把天地日落日来交当一里，那就是过了3年定两载，小房里给你生下一胖小子，叫你个爹，叫你个爹，看你个7岁多欢喜。到就天高我实心，在家中上班也娘没骂，都没有凤姐大的这个真心情，转过面看眼再叫大鸡你去鸡，这成也收有钱难买，你这里骂我的大鸡骂一就我给你太悲戚。你若是不走了大反叛，你要是不走我的喊叫你4邻8家都来吧，把你拿到大堂来摆你，大老爷把你这一杯下烧在一下我不理。我说我就要向前老子你把你不要喊不要急，我都是想他把你来气，一定不是哪一个你是哪一个
你快说，你要不说我就喊呀。我本是雷天宝，雷家子，小生本是你的女婿，我为你来的，我来的，可不来的。一天做了大事，天报道，我这个亲娘啊，俺心里想谁就有谁。你说先报道，我把外的你也要和你也要和我做证据。要证据，咱要的逃出的是这日子，我抓住上帝不下去。正想的慢慢的将他回正半夜我看不下，我本是个奴才的，我教的我做的，这辈子奉给我做亲的，人家他本是儿女骑下回，你们骑马，俺的过去，我本是一个也是别的地界到哪里？到哪里？你要为妻，我生的这个子大，身年小，啥时间能回到咱的家里？啥时间能回到咱的家里？这个大，今年我走起路来不便宜，来，我们为别背座椅。你说背，往后退，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你不去，你回你那个张家人，我回我的李家人，不要对谁，不家命大双儿不起，我叫你还出到1、20到30、40、50、70这个老鬼，头发长你的嘴巴里，平时叫你不就黑，等到一辈子的气力，一辈子就不要来气你。你家宝宝说吧，我就要走上前拿出来一大根一上根一上根你说背背就背，我要宝贝我可以你家宝宝拉的小我上梁是拿我拿根我那个小花人，我衣裳没有人问，你们找我家买花具，我的衣裳有人问，上刀呀，你的女婿你也有何言对人家对，我听了自己把我的天把有话去心里上对你们麻烦事情回家里，这个衣裳有你们我就
说，你说什么？这个子女在他嘴里去反对，都知道我来气，我也是来可不是的，我也是的可不是的。不想你，我说你，这个衣裳没有人问，把他的信息回到家里，这个衣裳有人问，我就说，你说他就对他服。他的外甥被他一被他二爷都进去了，这是两把兄弟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轻轻小声交代你，还有衣裳没人问，你的都叫他们对，没有衣裳没有人问，我就说，你就说啥？那干嘛？这个大闺女在他嘴里气气的，都知道我的气，我也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也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座椅上没有人问，这一杯都是个没话题。座椅上有人问，我就说他干儿给他干娘，给他干娘都进去，我问你是的，不是的。张凤姐，你啥张凤姐？丫的小声说不过，你还得小声打利息，打利息，没打息，咱真是这没货没人少客气，打与打利息什么关系？常言说，读书之人没有人，咱宝呀，有了你学，你真干对我最有理。常言说，读之人没有劲，谁家对你最有理，对你好像是好意，你是个对你对你，真正对你，让我知道你的，这对小人儿，我的小女人好，乖乖哟，乖乖呀，两个大一的吧，给他打下去了，这乒乓一样。你搓背比这都是多。他那个这样的不让，对不对？